刚要继承亿万家产就穿越了，还是明朝最不好混的时期，还绑定了个立功系统，谁要穿越啊？请宿主保持积极状态，一旦被朱元璋砍头，你将失去本系统，且在丧失系统之后，滚回原来的世界，继续你颓废的人生。哦，这可太妙了！我只要考虑怎么作死被老朱一刀砍死就好了，系统考虑的可就多了。一，您的系统已到账。作为一个明君，忍受臣子的劝谏是必修课。正确的挨骂后，您将获得明君点。明君点可用于抽奖，也可用于到商城兑换物品。系统兑换商城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第一，检测到宿主当前情况，建议宿主获得足够明君点后兑换复活币。复活币可复活已经逝去的任何人。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本系统信誉优良，从不说谎。来人，快来骂死咱！这老朱也没有历史上说的那么丑嘛，长得不算帅，但也称得上一句普普通通。只是这上朝呢，怎么还在发呆？莫不是老糊涂了？都抬起头来，一个个死气沉沉，没点朝气。方孝孺，臣在，来骂咱！拿出你平时那股劲头，狠狠骂咱，咱恕你无罪。他娘的！方孝孺，你倒是骂啊！平时你骂咱不是骂的挺多的吗？陛下今天吃错药了，莫非是说反话？不对，一定是平日骂陛下多了，今日要清算到我头上。臣有罪，还请陛下责罚。方孝孺，咱让你骂咱你就骂咱，你跪下作甚？为臣者不当辱骂君王，臣有罪，还请陛下责罚。哼，该骂的时候不骂，你要是不骂，那就是抗旨，咱开你的头。臣认罪，还请陛下莫要祸及臣的家人。都说老朱喜怒无常，看来是真的。这个时期的老朱越来越不正常了。罢了，你起来吧，回到自己位置上去，退朝吧，咱想静静。看来只能从长计议了，我的妹子彪儿啊！陛下，今日的策论您还没考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考策论。你们来说说，自大明开国以来，咱都有哪些个地方做的不妥？任说一点即可，最好是大声骂出来。都让开，我来！我去，这是谁的部将，竟如此勇猛？大胆！朝堂失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大胆！我乃应召参加陛下考核，何来失礼？考核乃是按照科考排名顺序而行，你越级而上，已然失礼，朝堂咆哮，此为二也。滚你丫的！陛下还没说话呢，你先开口了，你算个什么？怎么，这位大人，你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呀？陛下，此子猖狂，臣奏请把这厮赶出朝堂。什么狗东西！这大明朝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官员，才搞得如此乌烟瘴气。陛下，您老了，怎么连这样的官员都招入朝堂了？如果日后我要和这样的人同朝为官，吾宁死！哟呵！第一，恭喜您受到臣子谩骂，明君点+1，让其说出您老眼昏花的理由，即可获得10明君点；说出对应改善策略，可获得100明君点；解决问题，即可获得1000明君点。好小子，这就给咱增加了明君点，不错不错。这下得被砍头了吧？快杀我，快杀我！陛下，学生大胆犯上，自知罪无可赦，还请陛下砍我人头。自己求死，雕虫小技，陛下岂会中你这以退为进之计？你不怕死吗？学生自知罪无可赦，陛下你放心，取我人头。我虾仁要是皱一下眉头，那就不算个男人。哦，你叫虾仁？尼玛，这是重点吗？不错，学生便是虾仁。好好好。老朱这是发神经了。陛下气急反笑，这小子死定了。这要是不死，我管他叫爹。不畏强权，这才是我大明的学子，未来当是我大明公顾之臣啊！虾仁是吧？来，你给咱说说，咱为何老眼昏花？此事可又该如何解决？你若是说好了，咱允你一件事，只要你开口，咱绝对答应。这发展不对劲啊！难道这是异世界老朱是个爱慕？陛下所言当真，什么事都可以。自然，君无戏言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好。既然陛下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学生就随便说说一些浅见。黄子成身为文官，却因学生几句话就缩回去不敢言语，简直一无是处。陛下你识人不明，这难道不算老眼昏花？这他妈的疯子，这家伙绝对是个疯子。第一，理由成立，宿主获得明君点时，请再接再厉。不错不错，说得好啊，咱确实是老眼昏花了，只是不知这老眼昏花该如何解决，你还有什么想法？放心大胆说。这他妈还是陛下吗？不管你是谁从陛下身上出去，
不对，这还是那个晚年嗜杀狂暴的老猪嘛，脾气这么好，不行，得来点狠活了。陛下老眼昏花这毛病基本算是没治了，除非换一个皇帝，要不然这大明应该是没戏了。要不陛下你退位吧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老猪总得下手了吧？滴滴滴，恭喜宿主获得解决对策，获得明君点100，问题解决失败，本次任务结束，请再接再厉，努力开启多线任务。虽然任务解决失败了，不过这有对策，获得了100明君点也不错了。肱骨之臣，这就是肱骨之臣啊！现在胆子这么大的人不多了，得鼓励。你说的倒也是个对策。好了，咱说过的话绝不食言，你提要求吧，只要你说出来，咱就帮你完成。不对劲，这特么的非常不对劲！说出让老猪退位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，老猪居然一脸高兴。为什么家人说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却得到了陛下的青睐？难道当今陛下喜欢被骂、欠骂，不就是骂人吗？这谁不会？为了大好前途拼了！陛下，学生李秋也有一言。哦，你也有一言，无妨，放心说。被人骂又能咋地？弄明君点，早日复活咱的皇后和儿子，才是王道啊！陛下，臣以为你就是个昏君，天时不在陛下你，施政残暴，乱杀功臣，以至于克死太子，气死皇后，以致这满朝文武皆是敢怒不敢言。这等大明，要之何用？不如陛下您退位吧。这是怎么了？现在的考生都这么猛的吗？个个都敢当面让陛下退位？施政残暴，克死太子，气死皇后，你他妈懂个屁！这他妈的是在咱的头上生生泼脏水啊！罢了，为了明君点，咱忍。滴滴滴，提醒宿主，您已遭到恶意辱骂，骂得毫无道理，请宿主尽快采取对应措施，否则将扣除相应明君点。咱都被骂了，还要扣咱明君点，岂有此理！哼！来人，将这狂生拉出去砍了，简直妖言惑众，胡言乱语。是，陛下。冤枉啊，陛下！刚刚虾仁不也是让您退位了吗？果然，陛下还是那个陛下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！滴滴滴，您采取了措施，维护了一名身为君王的威严，明君点不予扣除。好险，还好咱亡羊补牢了，以正确的姿势被骂吗？虾仁所骂皆有依据，而这李秋胡乱喝骂咱，未能获得这系统认可，起到反作用。看来这明君点的获取并不容易，不过这个功能虽然限制了咱刷明君点，但可用来明是非，辨忠奸，妙啊！原本还想着把这家伙留给下一任大明君王当个谋臣，现在看来这丝外强中干，不堪重用啊！你们呢，可对当今天下或咱有不满之处，都来骂咱试试。学生无事，学生无事。你们儒生的胆气与气节去哪了？怎么这时候倒丢了？真是一群无胆鼠辈！虾仁是吧？刚刚咱答应你了，允你一件事，你可有所求？陛下，学生别无所求，只求一死，请陛下成全。求死？这是为何？当朝辱骂陛下，咆哮朝堂，呵斥官员，学生罪无可赦，不死不足以正朝风，不死不足以平民愤，所以陛下，请取我项上人头吧。妈蛋，怎么到了我这里屁话这么多了？刚刚不还挺好的吗？拿出你刚才杀人的速度啊！你真求死？学生真的是求死，请陛下成全。看看，都看看，你们都瞧瞧，不过是区区一学生，尚未入朝堂便有如此气节。你再看看你们，一个个的像个缩头王八，你们不感觉惭愧吗？你们就没有羞耻之心吗？虾仁啊，咱决定了，你就是本届状元，不畏强权，敢于直谏，古之未争，也不过如此啊！好好努力，日后大明还得看你们这些年轻人的，咱老喽，老眼昏花喽！来人传旨，赐虾仁黄金1000两，宅院一座，直入御史台。明日你便来参加朝会，年轻人，咱看好你。怎么回事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老猪不应该把我砍了吗？来人，咱的状元郎太高兴了，来2个人把咱的状元郎带下去，熟悉宅院。今日好好休息，日后为国效力。这尼玛的，老猪居然不杀我！可不杀我的话，我又怎么结束这该死的人生？不结束这人生，怎么解绑狗系统？怎么回家继承万亿家产？大人，请吧。不行，陛下，不行啊！陛下，你还没杀我呢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镇朝纲啊！陛下，都听听，都看看，什么叫做直臣？宁愿死也要为朝纲考虑，这是咱的肱骨之臣啊！好了，继续考策论。
虽说是黄金千两，实则是象征性的而已。果然老朱对官员是真的小气，一点银子就想动摇我道心。老子本来可是能继承万亿家产的 OK， 别说银子了，就算是银矿，那也是随便买。为什么呢？都已经指着老朱鼻子骂了，怎么就没有被杀呢？而且还莫名其妙成了状元，不应该啊！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，要是饿死了就回不去了。莫不是老天看咱这辈子太过凄惨，故意给了咱逆天改命的机会？这系统如此神奇，现在闲下来了，得检查一番。爹，你为宿主打开面板。倒是很简洁。这157名军点可费了咱老大的劲了，基本都是被一句句指责出来的，获得规则咱也差不多清楚了。白天的时候在朝堂上也没来得及细看，听到复活币就光顾着高兴了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。系统切换商城页面。亩产4、5千斤，要是有了这玩意儿，天下就没人饿死了吧？必须要把这些玩意儿给兑换出来。皇后、彪儿，咱怕是要让你们多等等了，百姓太苦了，这土豆、番薯和玉米可是能活千千万万条人命的。不过才157名军点，任重而道远啊。系统商城实在是太迷人了，虽然什么都买不起，可那五花八门的玩意儿，当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啊！明军点，咱要明军点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哦，说老方毕竟是老方，昨天也说的有理有据，要是言语再激烈些，系统就会判定在骂咱了。如果说虾仁是榜1大哥，那方孝孺就是榜2。陛下，虽然臣知道这个时候提这个事情有些不合时宜，可臣不得不提，太子去世多日，陛下也该早日重立太子啊。话糙理不糙，这没有什么不好说的。其实咱心里早就有人选了，本来准备昨天公布的，不过赶上了电视，也就先将此事压后了。倘若几天前提出，咱定会暴怒。但咱如今有了系统这奇物，首要目标就是明军点、复活币、土豆、玉米、水泥，这些要是整到大明，就算是咱死了也无憾了。立太子这种事不是外人能开口的，太子之位当圣心独裁，但是我待会跳出去反对。咱准备立彪儿之子朱允文为皇长孙，你们意下如何？陛下，立皇孙，臣反对。陛下，您糊涂了啊！谁这么大的宇文立储之事，也是你一个臣子能够参与的，你丫的还反对？你妈的，昨天还没入朝就搞事情，现在好了，成了御史，搞事情搞上瘾了是吧？这回看你怎么死！朱允文是谁？我的学生啊！等允文上位，那自己的仕途不就起飞了？立储这事太大了，既然开口，而且还直接骂了陛下，虾仁这次恐怕是没救了。滴滴滴！恭喜宿主受到辱骂，获得明军点+1。怎么又是这小子？不愧是榜1大哥，一出手就有明军点，而这仅仅是开始。虾仁开口，这一波必定赚上一笔。昨天反思了一天，原来是提出的问题太小了。黄子成现在在老朱心中地位不行，借他发挥指责老朱识人不明不够狠，这次阻止立储，足以让老朱九族消消乐了。大胆，立储之事全凭陛下钱纲独断，岂容你这黄口小儿智慧？这位大人，你又跳出来了，明知陛下犯错而不提醒，你这样的人也配上朝？昨天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不过是这趋炎附势之徒。怎么，难不成你和皇孙有利益纠葛？是当过皇孙老师，还是给皇孙出过谋、划过策？我虾仁就是看不惯你这等鸡鸣狗盗、掩耳盗铃之辈。立储乃国家大事，立一小儿为太子，那是会亡国的。陛下，你糊涂啊！刚刚明军点增加了1点，难不成允文这小子当真难堪大任？虾仁，你说说看，咱怎么又糊涂了？这立皇太孙当真有问题？什么情况？陛下居然怀疑自己的决定，还是在立储之事上被人随便一反对就动摇了？特么的，这节奏对吗？我反驳立储之事如触弄皇家逆鳞，你老朱不应该暴怒，然后开始九族消消乐吗？居然在笑，就离谱，这么能忍。好，那我就看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就不信了，历史上记载晚年暴虐的老朱会是个好脾气。陛下，你可真是老糊涂了啊！其一立皇孙为皇太孙，这于礼法上就说不过去。朱允文他不配继位。你胡说！为了自己千古一项的未来拼了。要是现在帮朱允文说上几句话，将来朱允文登临皇位，焉能忘了我？陛下立皇孙如何不合礼法？皇孙乃太子亲生，又是长子，在礼法上绝对符合。下御史，你要是以其他理由否了皇孙，我绝对不发一言。可你这理由简直就是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。和我对线，你这古人还嫩了点。陛下，自古以来皇位继承皆是立嫡不立长，什么时候这家业轮到庶子继承了？世人皆知太子正妻乃是常氏，嫡长子为朱雄英。虽然皇长孙早逝，可这继承权理当也应该在常氏之子中选举。如今这朱允腾尚在，岂有这朱允文继位的道理？满口胡言！常氏早亡，吕氏早已扶正，多年以来兢兢业业，当得起太子妃之名。朱允文自是皇长孙。
哦，这样啊，那如果这么容易就可以从庶子变成嫡子的话，日后我大明君主也可以轻松效仿了。不就是杀个人，在不正位置的事吗？太子妃可杀，皇后也可杀，这嫡不嫡长子的还不是君王一句话？如此的话，嫡长子继承还有何意义？哼！按照这位大人你的说法，陛下现在要是觉得大人你适合当皇子，杀了如今的太子妃吕氏，再给已故太子配个冥婚，把你老母配给太子，那你不就成了皇室嫡长孙了？对外宣称你是太子，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即可，将来也没啥问题。虾仁完全放开了输出，肆无忌惮。开玩乐，咱就是奔着死去的。庶子。对吧？你也认为朱允文是庶子吧？我劝陛下你小心一些，如果决定立朱允腾，那就好好把他拴在裤腰带上，不然落得和嫡长子朱雄英一个下场，可别怪我没提醒陛下你啊。好家伙，这小子是第一天上朝吗？我以为我已经够狂了，原来人外有人。不过允彤上位了，至少不用担心在朝堂上被人针对了。只是这小子恐怕……滴滴滴！恭喜宿主获得30明君点，恭喜宿主获得200明君点。别住！这虾仁给我来了把大的，乡下那些土豆、番薯，还有那介绍上神乎其神的水泥，咱必须弄到手。不过这小子说话是难听了，但也在理。盛唐惨状依旧历历在目。自李二杀兄之后，大唐的皇位就没稳定过，受苦的终究还是天下百姓呐。可立允通的话，那懦弱的性子，以蓝玉为首的淮西勋贵倒没问题，但就怕那性子容易被人拿捏。老朱这小子皱眉这么久，肯定想着怎么把我杀出花样吧。果然，陛下脸色这么和善，定是要砍了虾仁了。呵呵，小小庶子竟敢质疑陛下的决定，还插手皇家立储，将死而不自知，且让本官送你一程。好你个虾仁，朝堂之上焉能容你妖言惑众？2位皇孙皆可即位，一切全凭陛下决策。你肆意插手皇家立储，怎么？你是想造反吗？哼！懒得理这跳梁小丑，怎么被我说的哑口无言了吧？小子，你自己去领死吧！明明是虾仁懒得搭理你吧？老黄，这厮明摆着懒得搭理你，要不然你就别招惹他了。这厮是个疯子，你何必与疯子一般见识呢？罢了，那就让他嚣张一阵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等他死了，本官再去他坟头一较高下。不行，以系统之玄妙来看，储君之事只怕是有问题，得通过问虾仁，用系统确认谁更适合做储君。夏御史，你说立允通，实不相瞒，咱也不是没有想过，可允通的这性子……草了个 DJ， 怎么一脸认真的在问储君问题？这不是逆鳞吗？这老朱是真特么不正常啊！陛下，你不生气？生什么气？你小子言之有理，咱嘉奖你还来不及，生气作甚？来，你还没说呢。咱若是想立允通，允通的这性子该当如何解决？整整230点明君点，这可比昨天上一天好收获的都多了不少。不过这允通换允文的策略没获得系统的明君点奖励，也就是说此策不可行吗？那还有谁呢？刁儿难不成还有什么私生子？既然老朱还不悔改，那我就再加把火。陛下，允通皇孙会至今日这般，全得赖你啊！允通不争气，怪我何意味？陛下，你想想，一个不过几岁的孩童，父王每日忙于政务，母亲早死，兄长早亡。虽然他身在太子府，但太子府却没有一处是他家，经常被继母吕氏虐待。你说说，这样的经历，允通皇孙焉能不懦弱？说到吕氏，据小道消息说，皇长孙朱雄英就是其暗害而死的。陛下，您一心一意培养儿子，却可曾关心过你孙子死活？陛下，你得反省啊！允通皇孙会有今日，全是陛下你的过错啊！这把其脸输出如何呢？尼玛，这是我等臣子能听的玩意儿吗？这虾仁是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太子刚死，矛头直指太子妃，你这是在挑战老皇帝的底线。众大臣不敢言语，唯恐触怒朱元璋。恭喜宿主获得1点明君点，获得10点明君点。系统响了，系统居然响了，居然触发明君点收益了。稳了，终于憋不住了吧？都是咱的错啊！卧槽，这不科学啊！我只是按照前世看到的一些野史说法随便讲了讲，怎么就把老朱给讲成这样子了？想死就这么难吗？非常不对劲啊！尼玛，狗系统出来！系统在呢。是不是你给我加难度了？是不是你偷偷影响老朱，故意不想让我死？没有呢，宿主，本系统只是单纯的兑换系统，并不会控制他人呢。那老朱怎么成这样子了？那可能是被宿主您的魅力所折服了吧。虽然很扯淡，但确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如果系统真的没有出手的话，那有可能就是老朱本身也在犹豫。卧槽，失策！爱卿所言甚是啊，允通会变成今天这样，全是咱的过错啊！咱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吕氏竟然敢如此对待咱的孙子。
可恶，简直可恶至极！那什么，陛下，那个我之前说的都只是顺口一说，随意猜测的，你可千万别认真啊！我那都是猜测，没啥证据的。明白，爱卿真是咱的肱骨之臣啊！咱今天就把吕氏那狠心的婆娘给废了，居然敢暗害咱的皇孙！雄鹰啊，爷爷一定会替你查清楚的。这他妈的，义正言辞地告诉了皇帝说吕氏暗害朱雄鹰，虐待朱允亨，结果现在说都是猜测，没啥证据。此子甚是牛逼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就失控了，我得站住。什么？难道雄鹰真是那吕氏所害？陛下，万不可听信小人之言。瞎御史闻风奏事，没有证据，平白污蔑太子妃和皇孙，此乃重罪，请陛下严惩，否则不足以镇朝纲啊！说得好，好队友，方孝孺无愧燕刚老朱的存在，输出能力放眼朝野，也唯有我才能力压一头，其他人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。陛下，这位大人所言极是，臣自知罪无可恕，请取臣项上人头以镇朝纲，臣绝无怨言。这世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当真不怕死吗？爱卿说的哪里话？仗义直言，何错之有？吕氏之事咱会调查，御史本就闻风奏事，你没错，错的是咱啊！要是能早点发现，也不至于让允通这孩子受这般苦了。也不知道老朱是怎么了，就像是刻意针对自己一样，就是不杀，看来这是得从长计议了。看这样子，短时间内是回不去了，还是先住下吧。老朱这小子对我态度异常好，正常谏言以及反驳立处，不但人没事，反而还给奖励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是得先在大明生存一段时间了，同时还得保证生命安全。况且今日在朝堂上还惹到了以吕氏为首的势力，只有被老朱砍头，自己才能穿越回去。这要是死在他人手中，还不晓得会发生啥呢。不过要如何保证安全呢？对了，咱还有个系统啊，系统你这都能兑换什么？丁，系统可兑换各种朝代的文成武将，系统升级之后可解锁更多人物哦。友情提示：宿主剩余功勋值4700点。卧槽，怎么这么多？因宿主劝谏皇帝，一定程度改变了历史进程，这些功勋值是宿主为大明仗义直言立下的功勋。行，作死才能获得大量功勋值是吧？不过也对，都玩命了，能不多吗？系统打开兑换页面。丁，商城页面已打开。呵呵，系统你没有这个机会了，我必在你升级之前让你滚犊子。不过现在暂且利用你一下。周仓3000的价格不贵，周仓好歹是个关羽身边的刀架子，也算得上是保镖，在二流武将中周仓也属于顶级了。我倒是想兑换赵云典韦的，但是一个比一个贵，次一点的虎痴许褚也买不起。系统给我兑换周仓。丁，兑换成功，扣除功勋值3000，剩余功勋值1700点。恩公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的周仓当年受恩公一饭之恩，听闻恩公高中状元，特来投靠。嘿嘿，这样应该能有自保之力了。待我再谋划一番，定让老朱取我项上人头。先起来吧。是，恩公。多了个人，才发现家中空旷，得先招点管家下人。我都兢兢业业的求死了，还不让享受享受吗？银子还有很多，老朱出了名对官员抠搜，但赏我这几次倒是很大方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周仓，走，跟我去衙行看看。是，恩公。大人，在这里你准能找到满意的，你可以买卖，也可以花工钱雇佣，都行。大明官方上是说不允许人头买卖，但其实这种活不下去卖身的，是不违反律法的，其中多是一些流民或者歌姬之类的身份。那好，你帮我随便挑选一下吧，找5、6个下人，一个管家，一个账房先生，2个厨子。好了，等等，怎么了，大人？你这样，你帮我找会服侍的下人，给我来10个，脸蛋要漂亮，全都给我找女娃，管家也要是女的，也得漂亮些，还有账房先生、厨子，所有都要是女的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要求就一个漂亮，这才是穿越者该有的待遇啊！差点失策。这有问题？问题倒是没有，只是这漂亮的这价格上。不要担心钱，你家大人，我有的是钱，就按我说的给我找，不管是买的还是长期雇佣的都可以。原本以为只是一单比较丰厚的小生意，可现在这看来是一桩大生意啊！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哈哈哈！之所以让向导都找漂亮的女孩子，不只是为了享受。老朱最恨的是什么人？骄奢淫逸、欺男霸女之人啊！咱先给府里弄一堆美女，把这好色的人这给立住了。就算老朱暂时忍住没砍我，我这行为也会像一根刺一样，死死扎在老朱心里，给老朱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。如此一来，日后要是再配合一些事情惹怒老朱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咱必被砍头啊！这买卖划算。
怎么回事？周仓，和我去看看。老哥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这小娘子是真的惨啊，被这李三看上了。是啊，本来就卖身葬父已经很惨了，没想到这李三连这点银子都不给全，真是的。你要说这李三掏钱买走了这姑娘，那自然没人说什么。可这丫的掏钱掏一半，也不管女的愿不愿意，就要把人带走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这李三是梁国公蓝玉麾下义子李毅的义子，为人嚣张跋扈，仗着自己背后和梁国公府有些关系，在这应天府作威作福。倒也不傻，专挑底层苦命人下手。大人，求您了，给脸不要脸，小爷买下你是你的福分，还嫌钱少。作为长在红旗下、三观正常的三好青年，终归是无法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周仓，把这家伙送到梁国公府上。他蓝玉是梁国公，我虾仁却也没必要怕他。别弱了我们府上的气势。这些你拿去，把你爹给葬了吧。咋连谢谢都不说？算了算了。没事吧，义父？滚滚滚，还不快给我查查这个周仓是个什么人物！他娘的，这丫的下手也太黑了！吓人的小白脸，从哪里弄来的这么个高手？都给我保密！今天的事儿，要是谁给泄露出去了，我军方从事。是义父，那李三，哼，打断腿赶出去！谁要是帮他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你这是动手了？兄长放心，我绝对没有弱了兄长的名头。那梁国公府不敢小觑咱，大多都是些土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就一个比较厉害些，不过也被我给揍了一顿。也是，以你的身手，确实也不易吃亏。好样的，没给咱丢份，先去养伤吧。都一起来做吧，在我这里没那么多规矩，你们每天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每个月我也正常给你们发工钱，都随意点，别拘束。丫鬟们唯唯诺诺的没有上桌。算了，这个时代上下尊卑太严重，一时半会也消不了。等我吃完，你们把剩下的吃光吧，在哪吃都行。众女感激涕零，纷纷觉得遇上了好主人。来到这大明2天了，虽然开始一心想着穿越回现代继承万亿家产，但经历了这些事，卖身葬父的女子，衣衫褴褛的百姓，还有这些只是吃了些剩饭就感激涕零的丫鬟们，真是个操蛋的时代。都说大明强盛，可现在大明也是全民皆穷啊！哎，不想这么多了，睡觉，狗命要紧。卧槽，周仓！姑娘人都来家里了，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那什么，月儿姑娘昨夜找到这儿，说是前来报恩了。她问恩公房间在哪儿，我就来了个仙人指路。你算了，没事，让家里的管事安排一下这姑娘吧。没想到这古代女子报恩这么直接，闯到家里来了都。杜月儿嘛，名字挺好听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看起来心不在焉的，今天怎么不跳了？这厮要是不开口，今天明君典就不能丰收啊！罢了，先看看情况。今天我们还是来议一议这立储之事。夏御史说的确实是有道理，允文和允通都是咱的孙子，两人都有可继承储君之位的资格，咱也应该给允通一个机会。允通，你有何想法？皇爷爷，我不想当储君，我就想当个王爷。这个储君，你还是给兄长吧。呵呵，看来宇文上尉知识稳了。没想到允通居然如此不堪，舞台都给你搭好了，连争都不敢争一下吗？哈哈，要当皇储就要学会伪装，特别是在皇爷爷的面前。允通啊，你还是太嫩了。朱允通，抬起头来说话，咱再问你一遍，这皇太孙你当不当？只要你说当，咱就立你当皇太孙。夏御史说的看来是真的，允通究竟遭受了什么，才如此懦弱？不过这孩子除了性子弱了点，倒也没有别的毛病。关键时刻要是能鼓起勇气，倒也算个可造之才。咱问你，这皇太孙你当是不当？不当，爷爷，我只想当王爷，让我当王爷吧，我不和兄长争太孙。哎，这性子已经不能用弱来形容了，这完完全全就是太懦弱了。咱心疼是真的，但立储之事不能儿戏。哎，罢了罢了，你起来吧，爷爷不难为你就是了。夏御史，什么？哦，陛下你喊我。哼，要不是这家伙，母后也不会被皇爷爷抓进大牢，我怕是早就当上皇太孙了，哪里还有这么多的事情？哎，他冒着砍头的风险帮我，可我却连答应当皇太孙都不敢。夏御史，咱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这推荐的允通当皇储，可允通这性子你也看到了，他这咱就算是有心让他当，他也无能为力啊。陛下对虾仁与其他人犹如云泥之别，难道这小子是陛下私生子？这些婢都看着我干嘛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让朱允腾当储君了？陛下冤枉啊！臣只是说皇孙朱允腾也有继位的权利，可臣没有说过一定要立允腾皇孙为储君啊！陛下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？要不我帮你再回忆回忆。滴滴滴，恭喜宿主受到辱骂，明君点加1。这不就是说系统也认为咱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了，记性不行吗？
罢了罢了，世界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不好。夏御史所言甚是，咱确实是年纪大了，记性越来越差了，不知你可有何良策？不怕老猪脾气差，就怕这丫脾气好啊！启奏陛下，你记性不好，问太医，问我这御史做什么？这方面太医才是专业的。牛逼，你确诊此子不太正常。滴滴滴，理由成立，恭喜宿主成功获得明君点加110。忍住！本来只是因为触发了明君点获取的条件，咱才问了一嘴，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意外收获。那岂不是说顺着去找太医调理，岂不是能完成整个任务？那可是1000明君点啊！这要是再上个10天半个月的朝，土豆番薯岂不是都有了？不对，还有咱的老婆和儿子。好，说的真好啊！夏御史说的不错，咱确实是老年痴呆。咱仔细回忆了一番，夏御史确实没说让允通当储君的话，只是说了允通比允文更有资格继位。这还是陛下？殿试那天发生了什么？陛下哪找来的这种神人？夏御史，昨日上朝你的仗义直言，咱听进去了，只是不知你对这立储之事还有什么见解？若是不立允通，那要不然咱立允文，你觉得呢？昨日派遣锦衣卫排查，果然查到吕氏身上有猫腻，熊鹰的死看来另有隐情。为了大明江山与百姓的安稳，储君之事看来得多通过系统测试一下了。接连3天疯狂作死，把各大官员得罪个遍，不光是没有死，眼下这情况还受到了老朱的重视，特么的不要啊！看来还得继续作死。陛下，其实在臣看来，不管是立允文皇孙还是允汤皇孙，都不能逃避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？梁国公蓝玉，陛下你赶快去医治脑子吧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。滴滴滴，恭喜宿主受到辱骂，明君点加1。不错不错，这小子不仅仅有胆子，是福将，还是个有眼光的能臣，居然与咱一样看出蓝玉一方的隐患。哦，蓝玉怎么说？陛下，如若立朱允文，就得杀蓝玉。以你的脾气，淮西勋贵不杀一批，能睡得着？你都快入土的人了，太子也走了，到时候朱允文上位，淮西那帮人又跟朱允腾沾亲带故，您能放过他们？陛下，臣劝你，你要是真的想立朱允文的话，还是早点把梁国公给杀了吧，不然后患无穷啊！朱元璋与一众文官武官沉默。夏御史啊，夏御史，你可真是牛逼坏了！本以为你已经够嚣张了，结果还是我们肤浅了。我去牛逼，敢当面说陛下快入土了。不过这小子怎么左右横跳？现在怎么还帮上宇文了？还好梁国公今日没来上朝，不然怕不是要出事。看来日后虾仁这厮上朝的时候还真不能请假，这一请假就出事，而且这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虽然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这特么的，这种事情是能摆到这明面上来说的吗？淮西勋贵都是武将居多，这窗户纸一捅破，那是要出大事的。夏御史所言甚是，不过梁国公于国有功，更是咱的老部下。既然立允文为皇太孙得杀梁国公的话，那咱就立允通吧。夏御史以为如何？陛下，臣以为就算如此，梁国公还是得死。夏御史所言何意？陛下觉得以梁国公的做派，若是允汤皇孙继位，他可能压住梁国公蓝玉，又或者说会被蓝玉所拿捏。还有，梁国公现在也算是淮西勋贵们的代言人，淮西武将皆是与陛下征战沙场的骄兵悍将，无论是允汤还是允文皇孙，都压不住他们，这不杀怎么能行？要不然陛下，你把他们也给杀一批。各位将军，我这也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理性分析，还请大家不要在意哈。日你先人，笑你马了！有这样当着陛下面说要杀我们的吗？这特么的话说的虽然有道理，可你丫的怎么能够当面说呢？不行，这些也算是咱一起共患难打天下的弟兄们，为了巩固权力杀了他们以及一些子侄辈的话，哎，可这道理却是真的如此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！着急忙慌的像什么呀？大人，快跑吧！陛下要杀你，你快跑吧！啥玩意儿？什么情况？老子不过今日没去上朝，陛下就要杀咱？这不至于吧？慌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直接说。大人，今日朝上有人奏你罪状，是一个叫虾仁的御史。虾仁？那小子说什么了？他说若是允文皇孙继位，要先杀梁国公，要不然你与允文皇孙非亲非故，又在军中威望颇高，不杀不行。他还说什么了？陛下问了那位御史，要是不立允文皇孙，改立允腾皇孙的话，那不就没问题了？确实如此啊！他回了什么？那些御史说，立允腾皇孙也是必杀梁国公。这怎么又杀咱？允彤这小子可是咱的侄儿啊，咱会害他。那个夏御史说，若立允腾皇孙，那以梁国公你飞扬跋扈的性子，将有外戚乱政之祸。你若不死，大明姓朱还是姓蓝就不好说了。就单单这几番话，就足以要了自己的命。以陛下的性子，哪怕是我辞去职务告老还乡，也不会放过自己的。小吴这一生南征北战，打了无数的胜仗，只是没想到这临了，竟是要死在了这上面。
大人，快跑吧，趁着事情还没发酵，赶紧溜。你们走吧，想必陛下不会为难你们。通知夫人分了钱财物件，寻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。待会儿我亲自进宫面圣，你们趁着这机会各自离去吧。梁国公是怎么得罪这小子了？按照这意思，横竖都是死啊！虽然核心矛头没有指向我们，但虾仁这次的顺带建设性攻击威力也是巨大。所以你到底是想立允通还是允文？我没说要立允汤皇孙和允文皇孙啊，我只是说出其中关系而已。那你说咱该立谁？咱总不能立你吧？我去，这是笑话吗？又或者这其中有不为人知的隐情？陛下，你忘了你还有儿子了？你的意思是秦王？不妥，那小子性格不合适当皇帝。不是爽儿，可你不是说规矩不可破吗？除了爽儿还能立谁？总不能跨过老二立老三吧？不，陛下，依臣之见，这储君之位该立朱棣啊。如果陛下您是担心规矩的话，那放心，这个绝对不需要担心。实不相瞒，臣精通一些卜算之术，秦王和晋王非长寿之相，等过个几年，自然就去世了。到时候燕王继位，自然就是顺理成章了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如此不敬，虾仁，你当真以为咱不敢杀你吗？原来如此，对于出身农户的老朱而言，家庭才是第一位，老朱家人才是真正的逆鳞啊！加上之前积攒下来的各种不敬，这次稳了。来吧，老朱，朝我后脖梗来。对，就是这个位，这才是陛下。之前的是什么玩意？无知小儿，里面休矣。何该如此？文武百官都给你得罪个遍了，看这次谁能救你。滴，宿主获得明君点。什么？又获得明君点了？所以说虾仁这小子说的没有错，老二和老三真的命不久矣。如何，陛下要杀我了吧？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你说你会算卦，是真的假的？假的，我就是看陛下你比较糊涂，随便胡说的而已。陛下，我现在又犯了欺君之罪，你杀我吧，诛我九族也行，我九族范围内就我自己了，我就是个孤儿。不对，这一次被骂，系统居然没有声音，这意味着虾仁说的真的，所以说老二老三真命不久矣。不对，不会这样，咱的彪儿、咱的皇后、雄鹰都走了，连老二老三也要如此吗？老天啊，我朱元璋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陛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守卫呢？不过都无所谓了，咱这次要死，咱就死得轰轰烈烈，直面死亡，征战半生，岂能郁郁而终？你老朱不是要杀我吗？好，为了大明，穿上随我征战半生的铠甲，我送上门给你杀。这什么情况？门咋还关上了？这个点不应该还在上早朝吗？陛下，我蓝玉是生是死，不就是您老一句话的事儿吗？用得着这样？你是看不起我蓝玉，还是咋地？我蓝玉是那种贪生怕死之人，真要取我这性命，你拿去便是。朱元璋昏迷，在这关口，没人敢大意，一招不慎就可能引起大明大乱。文武双方默契地选择了先稳住局面，封锁消息。我去，虾仁这厮的话，难不成真要兑现了？蓝玉向来胆大包天，放眼大明，除了陛下之外，还真没有谁能够稳压他。如今陛下昏迷不醒，蓝玉，你这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辈，安敢如此？他娘的，怎么个意思？杀了我老蓝不算，还要在我头上泼脏水？我特么的什么时候成了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辈了？哼！匹夫，你可敢再说一句？你真当我不敢杀你吗？来，你杀了我，我方孝孺要是皱一个眉头，那就有负皇恩。陛下真是瞎了眼，竟封了你当国公。反贼，你日后必不得好死。谁他妈是反贼了？心虚了吗？就算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改口。你披甲上朝，还不是反贼？放你他娘的狗屁！老子这是赤胆忠心，前来领死，你他妈才反贼！好你个方孝孺，污我名声！今日我横竖也是个死，正好拉你当垫背，给爷死来！梁国公且慢，误会啊！梁国公，这确实是误会了，我等还以为你是披甲前来，想要发动兵变啊！老子披甲前来领死，你们以为咱是来发动兵变的？谁兵变不带兵的？更何况陛下还在，我兵变你个马麦皮！梁国公骂的是我们误会了，不过这也不怪我等啊，谁让你这来的时间点凑巧呢？陛下刚昏迷你就来了，这容不得我等不多想啊！什么陛下昏迷？我这不上朝一天，这大明的天都塌了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众文官七嘴八舌，将虾仁把朱元璋气吐血到晕厥的事说给了蓝玉。这他妈分了家产，遣散了下人和妻儿，现在你告诉咱不用死了？陛下不在，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，整个朝堂宛若一盘散沙。这个时候，急需一个人站出来。
那就蓝玉了。虽然对我出手，但也是我失礼在先。不过眼下其地位高，威望最足。梁国公，依你之见，现在我们该如何？你倒是看得开，咱对于这个倒也没什么经验，政务方面不是我擅长的，就交给你们这些文臣吧。梁国公放心，政务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等一定竭尽全力。那行，军务方面我来负责，只要有我蓝玉在，这京都就出不了什么乱子。报秦王、靖王、燕王也到城外。这个时间点三王齐至是想干什么？陛下刚出事，三王就进京，这是在京城有眼线啊！一同进京，难道要上演夺嫡之争吗？众文官遇到武力方面的问题，纷纷自乱阵脚。肃静！三王到应天府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，太子去世，陛下早有皇命让诸王进京，此刻出现在应天府外也属正常。更何况陛下出事的事情，我们早就封锁了消息，在场诸位也都没有离开奉天殿半步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把消息传出去。他们来应该是为太子而来。秦王、晋王和燕王可有带兵马？未曾见到兵马，他们都是独自前来。所以，梁国公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诸位大人，陛下醒了，陛下醒了。老大已经死了，老二、老三快要死了，苍天啊，何必如此对咱？真要是有什么罪过，都冲着咱来，别冲咱的娃。陛下，你终于醒了。咱的儿子到哪里了？启禀陛下，秦王、晋王、燕王刚刚已经到城门口了，这会儿应该是入城了，让他们来见咱。陛下刚收到消息，王爷们去天牢了。去天牢？他们去天牢干什么？他们亲爹还躺在太医院呢，去天牢干鸡毛？得回陛下，王爷们听说陛下您被虾御史给气晕了，他们要给您报仇，直接去对虾御史行刑去了。你说谁？虾御史？虾人的小子，他怎么在天牢的？启禀陛下，您被虾人给气晕了，臣等便让人将其打入了天牢，准备等您醒后再行发落。混账！快去把这3个逆子抓回来，给咱把虾御史也给带来。他奶奶的，没了虾人，老子怎么在明君殿？彪儿怎么办？皇后怎么办？雄鹰怎么办？现在还有爽儿和婉儿，这俩小子也快死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这可是5枚复活币啊！这帮子人加起来的明君殿，连虾人的尾灯都看不到。要是虾人真死了，咱的未来就完犊子了。他娘的，虾人这小子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陛下都被整成这样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保他。娘的，这货不会真是陛下的私生子吧？通过系统直接叫周仓以探视的名义来了，我可不能死在文武百官手下，死了就真死了，不能坐以待毙。以自己的智慧和系统，定能打个小岛当岛主，难道只能走反叛，被老朱咔嚓的露馅了吗？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今天你死定了。娘的，敢暗算老子！周仓，给我上！别打死了，给我活捉！大哥，这货不是俺的对手，还不如昨天的老头厉害。我擦，四弟，我都说别走这么快，这下丢脸丢大发了吧？又来2个，到底是谁这么快按耐不住，派人卡擦我？黄子成还是蓝玉？说吧，是谁让你们来杀我的？乱臣贼子，先打赢我们再说。我去，3打1这么不讲武德，周仓给我再打一顿。三哥，刚才哪个说乱臣贼子的？对，就你，周仓。给他2耳光，让他以后长长记性。大胆，你怎敢打我？打你，接下来你的脸还要亲吻我43码的大靴子。住手！你再出手，那可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吓我！你们可知本官的身份？说出来，吓死你们！呵呵，那你说说看，什么身份啊？有多吓人？你们听好了，我乃当今圣上钦点状元，当朝御史，圣上亲口封我为肱骨之臣，我和圣上关系莫逆。除此之外，我与当今圣上之子燕王殿下也是颇有交情。我劝你们还是老实交代，不要白白给人当了替死鬼。开玩笑，编这么多头衔出来，老子吓不死你！大哥，这里坐不下这么多人，一边去！神他妈的有交情！你和朱棣颇有交情，我朱棣怎么不知道？你说你和燕王朱棣颇有交情？对，没错，我和燕王朱棣交情深厚，哪怕是燕王当面，也不会对我有丝毫不敬，甚至还得对我说一声好久不见，好大哥。扯虎皮扯到我身上了，那你仔细再看看呢。你什么虎皮？你要是老实交代，那就是个活人；你要嘴硬不交代，那你就是个死人。老四，你真的认识这货？他喵的，二哥三哥，我是真不认识这逼呀！这他妈的都准备整死我了，我还认识个屁呀！秦王、晋王、燕王3位殿下，手下留情啊！什么情况？这特么的发生了什么？我特么的又看到了什么？什么殿下？你们是？虾御史，这就是秦王、晋王和燕王啊！
三位殿下，陛下醒了，要见你们和虾御史呢。陛下口谕，他是肱骨之臣，殿下们不可对他无礼。不对，虾御史，你不可再对殿下们出手了。陛下没死了，他还活着。是的，虾御史，陛下挂念着你呢。收拾收拾，和我一同去面圣吧。这厮究竟是为什么让陛下这么个对官员苛刻的人，会在被气晕之后醒来第一件事就找他，而且一口一个肱骨之臣？此人身份非同一般。要么是陛下的私生子，要么就是陛下的哪位故人之后。陛下对家人甚是看重，看来不能轻易招惹此子。咱就要死了吗？越来越老了，还能撑到凑够明君典的那一天吗？一路从一口破碗杀到大明皇帝，只是系统降临的太晚了，咱真能挽救一切吗？哎，要是能复活咱自己就好了。复活自己？系统有没有类似强身健体，亦或者延年益寿的东西？多少明君典？有的哦，补气养血丹，强身健体，补气养血，具有奇效，尤为适合中老年人使用。500明君典，适合宿主当前财力。那下人说咱记性不好，这吃下这颗丹药应该就算是执行了正确方案了吧？系统兑换补气养血丹。兑换成功，是否直接进行服用？这么便利，直接服用。恭喜宿主完美执行方案，提升了您的记忆力，任务线圆满，明君典加1000。好家伙，浑身舒服，咱这也算是左脚踩右脚了吧？嗨，系统可还有更牛批的丹药？有的，延寿丹1万明君典1颗，每一颗延寿丹可延寿5年。这特么的，之前咱咋就没想到呢？之前看商城只是随意扫了一下，没成想系统商城这么逆天。现在咱老朱差的就是时间，咱只要勤于政务，每天多被骂一骂。尤其是虾仁那小子，这小子在这方面绝对是个奇才，得重用。立储毛线有咱在，晚点立也没关系。陛下这有怒有笑的，难不成是疯了？不过无所谓了，待此件事了，我也就要去了。咱没事了，咱没事，咱恢复了，咱现在好得很。陛下，太医都说了，您这气血两亏需要静养，您就听太医的吧，别咋咋呼呼的了。咱真不用。不，陛下，你真的要静养啊？蓝玉，你信不信咱砍了你？给咱让开！陛下，你砍了我吧，反正我准备要死了。那你让太医再来给咱看看，咱身体真没事了，太医肯定看得出来。太医怎么样啊？好家伙，太医都皱眉了。陛下情况已经不妙到了这个程度了吗？我就说了吧，陛下，你看太医都皱眉了，就别逞强了。真是奇了，陛下这脉象稳健有力，气血充盈，完全没有任何虚弱之感了。要是单从这脉象上看的话，陛下的身体好得很了。咱的身体咱知道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虾仁啊虾仁，你可得再多骂骂咱了。陛下，虾御史还有3位王爷都带到了。父皇，你们仨一边去。老朱叫我来这行刑，这么体面吗？陛下，臣自知死罪，你砍我头吧。说什么胡话！虾御史，你可是咱的爱卿，你何罪之有？你无罪。来说说，是谁把你打入天牢了？竟险些伤了虾爱卿，咱定不饶他。不是，还真是肱骨之臣啊，和我爹关系这么好，你他妈早说啊！来，虾御史你瞧瞧，这便是你让咱立的储君，咱家老四朱棣了，身体大好，须得主动出击，不过态度先得好，让虾人感受到温暖，这样才可以让其自持关系，肆无忌惮地指责咱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兜兜转转的，怎么又回朝上了？不对，老朱怎么没卡擦我？奶奶个锤！绝逼是这狗系统出手了！刚上朝3天，各种触碰，老朱底线都能活下来，只能是系统做的了。父皇这是什么意思？在点我吗？父皇从小就爱点我，让我别有不该有的心思。他妈的，这虾人怎么什么事都扯老子身上？这储君之位我不感兴趣啊，我只想得到父皇认可。不错，陛下，臣之所以说立燕王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若是立任何一位皇孙，文官只有嘴上功夫，武官桀骜不驯，居功自傲，则会引发文武双方互相倾轧，到时候人才都没个七七八八了，这新君哪里还有人可用？不过燕王殿下可就不一样了，燕王的实力您是知道的。假设朝堂上的人都已经被您铲除掉，或互相攻伐，损失殆尽，剩下个孱弱新皇，到时候燕王必反。因此，臣以为干脆您就直接立燕王，这样也省得燕王造反了。你特么的才桀骜不驯，你特娘的才居功自傲，我特么的打了一辈子仗，还不许咱老了享受享受吗？这咱就该死。娘的，什么叫做皇子成？姬太方笑如之流，只有嘴上功夫，诽谤，这他娘的是纯纯的诽谤啊！什么叫老子必反？我们见过吗？就说老子会反？老四，这就是和你颇有交情，你们这交情挺深啊，都举荐你当储君了。
娘的，还是我亲哥吗？我这眼下快成必死了，还隔着看笑话呢。夏御史，你这说的不对啊！若是按照规矩，哪怕是不立皇孙这皇储之位，也轮不到老四吧？你把我和老三放在哪里？怎么？难道你觉得我们两人也压不服淮西众将，老四也会造我们的反？这倒不是，只是你直接说，只是你俩死得早，没几年的活头了。等老四上位，你俩都入土多年了，所以不用考虑。父皇，你这说的都是哪跟哪儿啊？我和老三这身体怎么可能没几年好活？是不是虾仁这小子给你进了谗言？他怎么知道我们会死的？这不明摆着胡说八道吗？夏御史，你告诉他们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我特么总不能说看某某大名小说才知道的吧？亲王、晋王，你们就认命吧，此乃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啊！我是夜观天象看出来的，所谓阎王让你3更，死谁敢留你到5更，这都是命啊！这才几年不见，咱老爹都开始信这些了，居然昏聩如斯。今日之事罢了，先退朝吧。大哥朱标死了，老爹是怎么个意思？削藩吗？还是试探？老爹究竟想立谁？父皇，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还有那夏御史，他是谁？他这不是摆明了胡言乱语吗？是啊，父皇，我们皇家之事焉容外人智慧。老四你怎么看？虾仁向我举荐你，他说无论是允通还是允文都不是储君的最好选择，这储君最好的选择是你。儿臣不敢，父皇。儿臣觉得这夏御史是在针对儿臣，他这是想陷儿臣于不义。大哥刚死，我如何能当这储君？更何况这与礼法也是不合啊！父皇绝壁是在试探我。也对，我手握兵权，要是反叛，还真能威胁到朝廷。是啊，父皇，这就算是允腾允文不合适，这不是还有我和老三吗？这怎么也轮不到老四吧？你们2个准备英年早亡了，这皇位咱就是想，那也轮不到你们。父皇，这虾仁的话不可信啊！2哥3哥这不好好的吗？怎么可能英年早逝？总之，虾仁咱有大用，谁也不能动他，动他就等同于动咱。其他的你们不需要知道，只需要知道它的作用很大就行了。系统这事不能让人知晓，不提醒这几个小子，怕是会去找回场子，到时虾仁死了就全完了。虾仁这小子信口胡言，又没有丝毫礼数，这厮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？怎么老头子这么看重？主人您回来了。以后就叫老爷吧，别叫主人了，怪别扭的。今日家中无事吧？是，老爷。家里一切都好，就是城中多了些许的流民，不少流民在我们府邸周围墙角躺着。流民躺我们府邸墙角作甚？兴许是没地方去了吧？府邸屋檐好歹能挡雨，老爷，要不然我去赶走他们。倒不用，都是可怜人，让他们躺着吧。对了，你拿点银子去买点粮食，弄点稀粥给他们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我这救天下是没法子，但这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儿，还是得管上一管。老爷慈悲心肠，梦儿佩服。还好遇到老爷，放眼偌大的应天府，哪家的主人会让下人与自己一同用膳？失踪这么久，他们应该很着急吧？本以为被老朱杀头很简单，插手储君之事，且随口胡诌，反倒成了肱骨之臣。主人，夜深了，床底已经暖好，该休息了。是月儿啊，换上新衣后倒是更好看了。不过怎地都叫主人，以后都叫老爷或者公子吧。罢了，那就回房休息吧。此处省略付费 ，VIP 内容1000万字。公子在想什么？你不懂的。公子说了，奴家不就懂了。那月儿，我问你，你觉得皇上他在意什么？我总是琢磨不透陛下他的命脉啊。皇上在意的肯定是大事啊，国家大事。公子，月儿脸上可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月儿可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。时间还早，咱们。此处又是 VIP 章节省略100万字。经过月儿提醒，我又想到一处触怒老朱的地方。作为一名底层打上来的皇帝，老朱定然在意自己在百姓中的名声，怕自己办事办得不到位，引起后世人诟病。只要等会对症下药，估计能成。夏御史这么早就来了，你看你这也算是入朝多日了。我等同僚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，你看今天如何？这黄子成被我得罪这么多次，估计没安什么好心。不用了，我只是小小御史，可担不起你黄大人给我接风洗尘。更何况你我的过节谁都清楚，你这平白无故的请我吃饭，非奸即盗啊！这小子居然这么谨慎，本来想表面称兄道弟，暗中抓住其把柄，再威胁其支持宇文皇孙做皇储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想从他身上得知破绽的方法，估计是行不通了。哈哈哈，夏御史还真幽默啊！我们之前有些误会，你对黄某有些误解也是正常，日久见人心，日后我们慢慢相处，夏御史就知道我黄某的为人了。
可别了，你找别人相处吧，我怕我忍不住想抽你，当个笑面虎也当不明白。你倒是笑得真诚点啊，笑得比哭难看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夏御史别太过分了，别以为仗着陛下爱护就能安然无事。跳梁小丑不足为虑罢了，今天成功几率很高，还得斟酌一番言语才是。回去后先干嘛好呢？要不先花个10个小目标，体验一下豪横的感觉。眼下不管是文官武官，都对夏御史恭敬有加。看来陛下对此子极为爱护的消息传遍了呀，看来不能轻易得罪他。咱今天准备宣布一件事，夏御史。臣在。夏御史，你的建议咱采纳了。仔细想了想，立皇孙确实有些不妥，但立皇子的话，咱又不知道立谁为好，所以咱准备暂时先不立储君了。夏御史，你以为如何？陛下在于皇储之事，居然还要过问他。要是陛下问的是我就好了。陛下，臣以为没有问题。陛下目前身体康健，等过个2年再立也来得及。仔细思考2年，毕竟这皇储之事也是大事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决定的。不错。不过这人选，咱想的是从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和燕王朱棣3人之中选择其一。你们兄弟3个暂时就别离开京城了，封地上的事情就在这皇宫处理吧，一起跟咱学处理政务，哪个学得好，咱就传位给谁。是父皇。好了，看看虾仁今天有没有什么地方开骂的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哦，这么积极，不错不错，想啥来啥。尼玛，这数字不会因为刚才的小事掺和吧？夏御史，何时起奏？大胆说。启奏陛下，臣要告一人。完了完了。朝堂上的大臣基本都被说一遍了吧？这次是谁呢？夏御史要告谁啊？臣要告陛下你。陛下，你枉为人君。这就是老爹说的肱骨之臣。好家伙，这几天老爹上的朝这么高强度吗？不对，虾仁这小子怎么敢的？这小子死定了！以咱爹的性子，这不得凌迟处死？呵呵，死肯定是死了，就是看遗几足了。怎么回事？系统怎么没动静？不对，这估计只是引言，系统才没动静，得看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你说咱枉为人君？好，夏御史，那你说说，咱为什么枉为人君？咱每天殚心竭虑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天下大事全都亲力亲为，咱怎么就枉为人君了？这不对吧？确实不对，不管怎么说，父皇都不应该如此平静才对。果然，老朱已经免疫这种浅显的辱骂了。不过不慌，咱现在就给你讲讲道理，玷污一下你明君的名声，这一波必定拿下。陛下，那你可知如今应天府有多少流民吗？臣昨天回家，家门口还躺着10来个，大明天下，朗朗乾坤。然这皇城脚下还有这么多的流民百姓，连个住所都没有，连顿饭都吃不上。你说你这都干了点啥？连皇城脚下都尚且如此，其他地方都不需要看。从洪武1年开始算，到如今大明也有20余载了吧？你说你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，可这有用？大明百姓还是那么穷，还吃不饱饭，苛捐杂税还是那么重。自本朝起，虽然贪官相比于前朝少了很多，可百姓的日子呢？为什么还是那么难过？你说你已经亲力亲为，但这天下还是有不堪之处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谁的问题？陛下，我说你枉为人君，说错了吗？除非你砍我项上人头，否则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枉为人君。所有人震惊，不敢言语。第一，恭喜宿主受到辱骂，获得明君点+1，理由充分合理，获得明君点+10。这系统响了，难道系统也认为咱枉为人君吗？明明咱这么努力。牛夫，侠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猛。枉为人君这番话一出，陛下定然大怒，此时谁敢出声，必殃及池鱼。要是再来个胡为庸案，那不敢想啊。二哥，这厮一直都这么勇猛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完犊子了，这下不得给父皇气死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厮能给父皇气吐血了，这他妈是真敢说啊！这下这小子估计是真凉透了。是啊，父皇这辈子就想做个对百姓好的皇帝，让百姓都有一口饭吃，结果这……难道自己这几十年做的事情就那么一文不值吗？不对，放眼历史，哪个朝代的百姓不是背着苛捐杂税？哪个朝代没有流民？咱干的也够好了吧？看来系统要求太高，世上不可能存在没有流民的朝代。且咱这不已经有系统了吗？有了系统这丹药，土豆、番薯等仙家手段，此前没有系统，走了弯路，这也是正常。之前枉为人君，不代表这之后枉为人君啊！骂得好，哈哈哈！夏御史不愧是咱的肱骨之臣，敢于直谏，敢于说出咱的过失，这一番话，振聋发聩，振聋发聩呀！爹他疯了，这看起来是疯了，可能是打击太大了吧？父皇，你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啊！大明江山可不能没有你呀！是啊，父皇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儿臣担心啊！滚滚滚！都说的什么屁话？
夏御史说的不错，你们也不想想，咱要的是盛世吗？咱要的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咱要的是每个百姓都能吃饱饭。当年咱为啥造反？不就是因为没吃饱饭吗？民以食为天，百姓所求不过是一顿饱饭。哼，可这些你们都不懂。现在想想，夏御史说的对，咱枉为人君。从今天开始，咱要改变，不仅仅是咱，所有人都要改变。以前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，对大明的要求太低了。什么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我大明君臣焉能久居人下？咱不服，咱也要整个盛世热闹热闹。哼，都说人不轻狂枉少年，有系统在，我朱元璋即便60有5，再轻狂一把又如何？我去，老朱怎么回事？谁给他打滴鸡血？我的剧本不是这样的，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呢？夏御史，你方才说我应天府流民颇多，不知你可有法子解决这流民？啊，陛下，你这事情不该问户部吗？咱这也没有钱啊，没钱怎么解决流民？他娘的，你可是真会解决问题啊！自己抛出的麻烦又丢回来给我。陛下，您插了我吧。户部如今真没钱了，老鼠进仓库都得留下毛发以表愧疚。我们每年的税收就是用在基础开支上，都只是勉强够用，硬挤出来一些救灾已经是极限了。要是加上安顿流民，那得从他处挪，臣办不到啊。要不陛下你就给臣留个圣旨，就说臣挪动军费无罪，那这笔钱臣就可以拿出来。陛下这些年来重农抑商，税收大头都在农业方面，农户所得大多交税。若是遇上大灾之年，那只能卖地，没了田地就去做佃农，有地之前都养不活自家，成了佃农那更不用说，这一来二去，落得个家破人亡、卖儿卖女的下场。哎，那夏御史，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，那你肯定有对策是不是？哦，提要求，那有得操作了。先安排个足够高的地位，让老朱对我忌惮，然后就会对我动手了。陛下，你也知道，我只是一个刚刚入朝4天的小小状元。你要是真的要把这件事情交给我，那我办倒是也可以办，但你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陛下，这事情要是要臣来办，那我要一个位置。什么职位？应天府开发区主任。